这个明仔载投票的时阵，啥物代志会当做、袂当做，乡亲都爱了解好清楚，也若无，恐恐都爱付出真大代价。去年高雄总赢有一个里长候选人，伫投票所的头前，甲选民比第二载向前家21号，结果互罚款50万块。这个礼拜6就要投票了。前年9合1大选，高雄市有一名里长候选人在投开票所外头对着选民比出食指，象征1号被罚了50万元。2018年高雄总赢一名5姓里长，希望竞选连任，早是9点外到投票所外面甲里面互动。不过选后却被指控在校门口对支持者比出第二载，代表家第1号，这款疑似吹票动作，互伊惊受怀疑。我是拍一号安尼，我是先我咧拍1号，我若要比1号，我就1号比安尼啊，对不对？里长做出解释，不过行政法院并无认同。是有竞选的这样的这可能性，所以说现在目前这个案子。他还在上诉中，违反到这个条款是50万到500万。法院判决指出，5姓里长已经伫当地连任几啊届，无可能对于选罢法的规定无适，依然必须要交50万的罚单。2020总统立委选举特别到，相关的法规一定要注意。亲像投票日当天，将士竞走选团活动，投票时早手机啊，甲其他摄影器材进入投票所。当唔着候选人，就将选票拆掉，或者是甲选举票、可选的内容出示他人，也就是所讲限票，一定要注意这4大 NG 的行为，才袂惹来麻烦被罚款。